你嫂子，你吃什么啊？那么好吃啊？吃甘蔗啊，要不要吃？哦，我想吃啊，嗯，可是这个会不会很硬啊？够硬的啦，你比你的还硬啊。比我的还硬啊？嗯，那能吃吗？你的有没有这么大啊？啊，没算过哎，有没有？是挺长的这个。那那吃了会不会很多水啊？水很多的。哦，那就吃一点吧。可是我不喜欢在外面吃，我喜欢在家里面吃。去家里面吃吧，家里面有好多。走对对对，走。走，进去。